今年的新北市社区营造成果展，用趣味的厝边做主题，也邀请社区来和大家分享讲因趣味的生活。详细解说台湾乌头团迄段历史过程。把我们矿坑里面的风抽出去，用抽的，抽出去以后，新鲜的空气都递补进来。今年新北市社区营造展览，总共邀请35座社区来自山边的炭工解说炭坑的路线、通风系统，嘛互民众体验伫工作无啊乌头团的感觉。早期的土炭，台湾无土炭是袂使的，国防、交通、经济、民生拢爱靠土炭。啊，土炭是阮这老矿工用性命伫土骹甲换出来，所以这个历史吼，阮也袂使无甲做起。有平均年岁75岁老炭工，也有来自三支的青年乐团，用音乐小解三支。我学10几年了，然后我觉得可以用古筝来推广我们的社区，而且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。台湾过去是7毫米的大港大国，也有一段芭比王国的时期。泰山就搁是农业社会的时阵，大家拢是种田嘛，但是有一个美林工厂伫泰山，啊，带泰山的经济的进步介济，啊，大家泰山的人拢就感谢这个娃娃产业安尼。就是身为一个新北的市民，但是以前都没有好好去用心了解这些事情，然后其实很多元，也很值得被关注，然后我觉得也很需要我们持续的投入。今年要规划3个主题的静态展览，有山的册房、海的厨房、城的饭厅，用过关的方式，和民众拿耍拿熟悉新北人的厝边秘密。尤其展览也有多元的文字标示，显示出族群多元融合的面貌。为即马开始到11月初8，伫空军3中1村举办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，新北市报道。